中山六个德林宫寄付肉粽，互弱势家庭甲长辈，互人真感动。志刚甲一拿搁一拿拄做好的肉粽摸落车，虽然用阿妈家底起来，袂送去互民众。虽然镇南宫小林说10多年分送爱心粽互弱势家庭，今年赶快买16000粒的肉粽，要民众体验过节的气氛。透过我们这样的关怀，他们得到更多的一种温暖。比方讲，去年活动办真大，拢会请志工做伙来拔粽。不过今年因为疫情，为了避免烧坏，用买粽的方式，再搁找志工来包装，互学校感觉真大心。这忝着恁奈安尼，大家拢要来。他们讲得很快乐，也很直接说，咱是来做善事的。镇南宫做善事，分送12间学校和基金会，迄间嘛互参拜信徒食到这份结缘的肉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轩。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